是啊，这里可以往上听，是不是吧？那你那么这次是你说不巧要的，我们那第你要的40届全员法会的10年第这3天。也不是马上首先我们小个预备就乐队给新要年那么当，问候今天与会的很大那些以苏曼高旺仁波切没得卡给，为主的所有的僧团就车子运输，所有的上师、善知识等等。很大那些个就同时呢，还有来自各个寺院的大的配备给所有僧众们，还有也要问候菲律宾的嘞，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友们，上网了呀，呃，也他妈了，这些藏地的藏族同胞们，还有喜马拉雅地但区的是法友们，问候大家扎西德勒。他这的需要这个来是呢，打卡上那就那么呃。今天呢，主要接续昨天之前的内容，主要讲到了就是杜松前巴的这个大众开示里面的关于智慧的部分。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那么我想用现代的一些说法稍微的说明一下。那么昨天课程中呢，讲到说，啊、智慧不能是一般的智慧，而是要是闻所思闻思修我这3种智慧。那么所谓的闻所生慧闻所成慧，呃，以现代的说法来讲的话，主要就是指自己认知还有辨识情况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例如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别人，比如说不理睬自己，而感到心烦，或者是因为没有人称赞自己而感到失落。那么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透过学习佛法，还有相关的这些佛法的道理，帮助我们呢能够逐渐的认识、了解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心烦，还有自己感到失落，这个背后它是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是渴望被别人关注，还有期待，或者呢，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还有认可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心烦或者失落，背后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心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渴望，或者说一些烦恼在。所以这样子的去向内心不断的去认识自己烦恼的情况跟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佛法的一种啊、学习，透过这样子帮助我们认清看清楚我们情绪背后的这些3毒烦恼，也就是贪嗔痴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闻所成慧的意思。那么思所成慧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一种分析，还有一种审视。譬如说，当我们情绪很强烈的时候，譬如说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人在骗我，而感受到心中这种怒火中烧，这个时候呢，不是被烦恼牵着走，而是自己要能够站稳脚跟，然后要找到方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比如说什么呢？首先，先暂停思考，深呼吸，然后呢，好好去审视、观察当下的那个愤怒，或者说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暂时的调服烦恼，然后不被它控制。所以思索成慧，它就是一种对于自己的烦恼的一种分析，还有审视，然后同时可以暂时帮助我们不被烦恼牵着走。那么修所成慧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是一种逐渐内化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习惯的一个阶段。这是指什么呢？是指说我们在烦恼刚升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觉察它，然后呢，转变我们面对烦恼的方式，或者说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呢，逐渐让这种运用对治法来成为自己的习惯，就是烦恼一升起，你就会有一种习惯去改变、觉察、改变你的烦恼，让它成为一种，让英文说是 reaction，就是一种条件的反射的一种状况。所以，如果说呢，这种新的习惯能够取代以前容易烦恼的旧的模式，就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的来说，以前呢，我们的一烦恼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可能是我说的、我想的才是对的，这是一个旧的习惯。但是因为我们修所成会慢慢有了，我们慢慢的习惯会用对治法对治的时候，那么无论当遇到状况的时候，升起多少的妄念或者烦恼，这些烦恼跟妄念呢，都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困扰，可以任它来去。所以呢，它是一种习惯的阶段。那么，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文思修三会哦，怎么样在生活中来体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身体健康，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透过运动，或者说改变生活习惯等等，来达到身体的健康。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文思修三会的。比如说，闻所成会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谈到的，它是一种认知，你对于这个情况的认知跟了解。也就是呢，第一步，首先我们需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是健康的很多相关的知识。我们可能了解到，哦，糖分过多，或者说这种油腻的食物是对健康有害的。这就是第一步哦，你对于这个健康相关的知识，你去认知还有辨识、了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接着呢是思索成慧，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开始去计划，所以我们会开始制定很合理的这个饮食还有运动的计划。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想要吃一些垃圾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自己的计划是什么。换句话说，你会有一个长远的利弊得失的这个思考来克制你自己，或者说呢，当你又懒了，
可能动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思索成慧，就是我们说要有回到我们这个思维说运动它的好处是什么，还有自己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来鼓励推动自己。所以思索成慧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帮助你透过道理，还有你很理性的来暂时去改变你的旧的习惯或者说思维方式的这么的一个阶段。那么什么是修所成慧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一种习惯内化的阶段了。也就是当你经过了长期反复的练习，譬如说持续的去吃健康的食物，或者也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规律的运动，慢慢这些呢就会成为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很费力的不吃垃圾食物，去吃健康的食物，或者说很费力的去运动，然后去面对自己的懒散。但是慢慢的，因为养成了习惯，所以我们不需要费力就能够很自然的，这种可能也会升起想要吃汉堡吧，或者想要喝甜甜的这种饮料的时候，这种念头可能还是会升起，但是你不需要再费力的去抵抗这些念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的身心已经养成习惯了，你的身心呢已经自然的喜欢这一些清淡的食物，同时呢，也会喜欢，比如说身体充满活力的，呃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呢，这闻思修三种智慧呢，其实也可以配合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说明的。那接着呢，我也想要再说一个主题就是当我们谈到说智慧的时候，很多人呢会把它和这个聪明搞混。所以这里呢，我想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帮助。我觉得日常我们说的聪明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智商，另外一类呢就是情商。或者以佛法的角度来说吧，用词这种所谓的智商呢，就是还带有烦恼的一种智商，还带有烦恼的一种智慧吧。总之就是智商了。智商一般我们就会说是指说智商高，就是他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很强，或者说学习能力、知识渊博，学习能力很强，知识很渊博等等。那么第二类叫情商所以我们会说一个人情商很高，是说他很善于沟通，他有这个领导力，而且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一般日常说的聪明大概是有这两种，也就是一个是智商，一个是情商。但这两种聪明，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关注的呢，主要不是内心的世界，主要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比如说研究事物的规律，或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像科学家会探索这个宇宙啊，或者说医生治疗疾病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依靠智商、情商，就是依靠道理啊、知识还有经验来处理。但是呢，佛教里面谈到的智慧哦，我觉得跟这种聪明是不同的。所以就像对颂贤巴前面有说过，就是智慧呢，不是一般的那种智慧，主要就是闻思修的智慧，而且是主要是能够对治烦恼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智慧和聪明不同，就是因为佛教所说的智慧，它主要关注的是我们人自己本身，还有人跟世界的关系、互动等等。所以智慧呢，它在探索的是很多生命的一些根本的问题，譬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要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还有什么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人生的目标等等。所以呢，智慧它不是只是依靠了知识还有逻辑推理而升起的，主要是向内关照自己身心的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它就是一种依靠内在的体验而升起的。所以简单来说，聪明呢，它主要是依赖了智慧，还有逻辑，还有很多你的反应，来帮助你更有效率，或者说能够很快速的达到一些短期的目标。所以他在思考的聪明哦，他在思考的是什么呢？是如何更快、更好的完成某件事情。那么智慧是什么呢？智慧主要依靠的就是自己的经验、体验或者阅历，当然还是需要有相对应相关的一些知识，但是最重要的，它不是向外的知识的吸取，它是由于向内的不断的反观，了解自己身心的状况，然后而认识自己。而且他在追求的是长远的意义，还有整体的一种福祉。所以，主要智慧在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我们把人生比作是要做一趟远行，那么这时候聪明它像是什么呢？它就像是拥有一个很好的地图，还有你有很精良的这种装备，所以能够帮助你很快的找到最好的路线是什么。那么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呢是让你明白说为什么要远行，远行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也帮助你选择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而且呢，能够在你迷路的时候，让你保持心情的稳定。所以智慧它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呢，帮助能够让我们认识根本问题，还有生活
的一种能力哦。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啊，中国佛教里面禅宗的一个故事哦。那这时候呢，故事是有一位博学的这个佛教的智者、学者，他要乘船过河。当时呢，这个学者他就问船夫哦，你懂得文学吗？然后这个船夫就说我不懂。那这位学者又问了，那你懂历史，或者是？那个人也说不懂。他又问说，那你懂得这个历算，或者说数学吗？还有又问他说，那你懂得这个佛教的哲学吗？那个船夫都说不懂。所以最后学者就叹了一口气说啊，你的人生意义已经失去了一半了。而这时候呢，就突然这个狂风大作，就这只是一个小船嘛，眼看呢就要翻覆了。这时候船夫就反问学者，他问他说：“你会游泳吗？”这时候学者呢非常的惊吓，他就回答说：“我不会，我不会。”这时候船夫就说：“那你的整个人生恐怕都要失去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这里的学者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象征。比如说，他拥有丰富的学识，然后是一个很典型的所谓的聪明人。而这里的船夫就是智慧的象征。那么，他具备了在就是实际的生活当中、真实的情境当中，他有能够保护他自己生命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智慧就是一个人拥有、累积了很多的知识，并不是。智慧其实不在于你累积了多少的知识，智慧是在于你在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有智慧、有能力认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真正有用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聪明才智在遇到真正关键的时刻，其实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但是智慧就能够帮助你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所以智慧呢，它是呃，可以说是直指这个生命的本质。所以它超越了一切的道理还有逻辑。所以智慧呢，它能够帮助你直接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是什么。那么智慧也有分为两种一种是学习而来的，就是后天的，或者说与生俱来的。我觉得这就有一点点像根气的立顿之分是有关的。那主巴敦勒曾经说过呢，现在很多人是这个根气变差了，但是呢，变得更聪明了。就是根气变差了，但是呢，聪明变得更聪明了。比如说，有些人呢，天生是根气是很锐利的，很有智慧，很聪明。那有些人就是天生就反应比较慢，比较愚钝。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常常说到一个人根气很好，根气锐利，我觉得并不是说他有多有学问，或者他多聪明。一个人根气很好，根气很锐利啊，是指说他有一种了悟的能力。而这种了悟的能力哦，看透的能力，它是超越了道理还有逻辑的，它是一种很直接的、很赤裸裸的看见这种事物本质的能力。所以它不是靠学习很多知识，或者说推理论证而得到的。它更像是一种内心你真的明白了，或者说开窍了的一种状态。譬如说，所谓的了悟哦，它就像是对于静还有有静之间哦，呃，它不需要商量就能够心意相通是一样的。就像口诀传承的上师们有时候会说，就像是母子相认，这是什么意思哦？譬如说，以母子来说，孩子一出生之后，他就跟母亲一起长大，所以母子之间哦，亲子之间自然会有嗯一种默契，所以很多事情呢，不需要说出口，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就是因为互相已经很有这种默契了，所以不需要说出口就能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这是一种很自然跟直接，所以不需要语言呢，就能够在心中显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母子光明会哦，大概形容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中国佛教里面有禅宗，这不只是在中国，在这个日本很多地方呢，也不只是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里面也有禅宗的。那总之呢，禅宗里面很著名的一个祖师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那六祖慧能呢，其实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呢，他却是大家公认的，完全没有争议的一位大成就者。从外表上来看哦，他也不像是一位学者，因为他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嘛。他的上师，就是禅宗的五祖，他在半夜的时候会单独的为他这个讲解这个《金刚经》。当讲到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这时候慧能呢当下就证悟了。所以呢，悟跟学问、学习啊、知识等等关系是不大的，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现在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聪明的人呢，会让你觉得
啊，他真的很厉害。但是一个有悟性的人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他会让你这个长叹的一口气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么以上呢，就讲过了智慧的部分。那么接着我们继续讲这个六法。所以杜松前巴说呢，要证得无上的佛果，必须具足六法。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智慧。所以接着是在信心和智慧的基础上，第三个要有悲心。所以如果没有信心哦，就不会进入佛法，也不会想要修行。那么如果没有智慧，就不能从轮回中解脱，因为你没有办法了悟人无我啊，法无我，没有办法了悟空性。再来第三个，如果没有悲心，就不能证得佛果。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证得佛果，你必须要升起想要证得佛果的心，这个就叫做菩提心。而要升起这个菩提心，那没有悲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大乘的经典中会反复的赞叹这个悲心。接着我们看一下杜松健巴的六法的主文是什么。然而纵有大智慧，若无悲心，也无益处。所以悲心极为重要。有此一法，若具此一法，万法即在掌中。若问此法为何？此为大悲是也。有头者即有命，同样的有悲心者，即能证得无上菩提。三摩地王经中也说：问曰：若有受持一法，得获无上菩提耶？佛言：若具此一法，即证无上正觉。此为大悲心是也。所以就像这里说的，有头者就有命哦，就是说可能四肢哦都被截断了，但是生命还是有的。但如果说头没有的话呢，头被砍了，这个命也没了。而这个悲心就像是头一样的重要。所以这一段话呢，若有此一法，若具此一法，万法即在掌中等等，这一段呢，是出自《妙法莲华经》。这个在中国和日本流传是非常广的这部经典。同样的，杜松前巴后来这里也引去了《三摩地王经》，也叫做《月灯三昧经》哦。那过去的噶举派上师们也说，是这个达波仁波切的冈波巴大师经教大手印的主要经典的依据。那这两部典籍哦都非常的重要。据说第十世法王噶玛巴确印多杰哦，当时他到丽江啊、中甸等等地方的时候，就讲授这两部经典，所以他的传记当中有这样记载。那么一般来说，大乘经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就像是般若经，它是跟声闻乘还有共乘的角度是很契合的。但另一类呢，就是不共的大乘经典，它主要在彰显大乘本身的殊胜的特点，类似像《妙法莲华经》就是彰显不共大乘见解的一个经典。同样呢，冈波巴大师他写的《解脱庄严宝论》呢，也有这种特殊的一个特点，不同于其他道次第论点。这也跟《妙法莲华经》呢有关联的。例如说，《解脱庄严宝论》从一开始呢，就从如来藏来开始做导引跟指导，然后也阐明说这个不住轮念二边的这样等等内容。然后也提到说，声闻缘觉的涅槃呢，并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这就是在彰显大乘不共的这个见解。
所以呢，杜松且把引用了《妙法莲华经》来说明大悲心非常的重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大乘所以称为大乘，主要不是从见地的角度来说，而是从呢承担责任的能力大小来说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有利他的心念，或者说能够为他人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一般来说呢，我们日常会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善良，主要不是看他有没有学问，有没有受过教育，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善良的心，有没有一个利他的心念。同样的道理，从发心的角度来说，是大乘就有发心的时候，这就是大乘。如果是只是从见地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大乘的。悲心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要证得佛果呢，首先必须要升起想要证得佛果的心。这种想要证得佛果的心呢，就称为菩提心。但是呢，菩提心不是想要自己证得佛果的心，而是一种我要为了一切的众生，我如果能够证得佛果，该有多好这样的一个心念。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成就佛果是为了圆满承办众生的利益。所以，最关键的要点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心中有没有升起慈爱一切众生的这个心念。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心有没有升起慈爱众生的心。所以大般若密在他的大众开示中说，成佛需要以菩提心为先导。那么菩提心的因又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是依靠什么而升起的呢？要在心中能够升起菩提心，必须什么？必须修持悲心、串习慈心。如果这里悲心跟慈心都能够修习，然后纯熟了，那么菩提心就必定会在心中升起。所以呢，《大乘庄严经论》就说，悲心是根本。但是这里的悲心必须是心中升起的不造作的真实的悲心。而要升起悲心呢，首先必须要修习慈心，串习慈心。当不造作的慈心在心中升起的时候呢，不造作的悲心也会随之升起。相反的，如果之前我们没有修持慈心，或者说慈心心中没有升起的话，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悲心也不可能在心中升起。那么要证得佛果，悲心这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圆满佛果，它是自他二利都就近的一个果位。所以呢，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二利圆满的果位，在因上也就必须跟二利相应。所以呢，如果只是想到自己解脱自利，这是不可能达到圆满的佛果的。所以呢，冈波巴大师也是他的《大众开示集》里面说，如果一个行者心中没有升起慈悲菩提心，他所做的利他呢，也都只是表面的。所以呢，冈波巴大师说，想要真正帮助别人利他，必须先在自己心中去串习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这三者。
如果心中能够串习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那么就会升起清净的，啊、真正的利他，就是不夹杂着自利的这种利他。同样，月称论师在入中论中说：“唯悲于佛圆满果，出如种子，长如水，常时受用，如成熟。故我先赞大悲心。”所以你可以看到月称论师哦，在这个开篇的礼赞当中，他没有赞叹佛陀菩萨，而是礼赞大悲心。就是因为大悲心，它是一切的根本，它就像是灌溉树木的水，它能够这个树木就是菩提心，还有地道的功德能够增长，所以最终呢，证得佛果之后，然后任运不断的，直到轮回未空之间，能够承办众生的利益，这也是悲心的力量而成就的。所以我们知道大悲心非常的重要。但如果想说，哦，只是心中想着要在心中升起悲心，这恐怕是不容易的。好，就说大悲心很重要，但是如果呃，但其实悲心呢稍微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般来说，相较于说升起信心和智慧，我觉得升起悲心比较困难。这个内容我之后会再详细说。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根本不可能升起悲心，因为悲心呢主要是依靠四维众生的痛苦而升起的。而无论大小，所有众生都是时刻被无量的各种大小的痛苦所这个煎熬。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这种自利的心，多去思维关注其他众生的痛苦，那么升起悲心的希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多去关心这个众生的苦，不要漠视他们的苦，多去思维众生的苦。那慢慢慢慢的，我们的悲心呢就会逐渐的增长升起。当然，如果完全不去关心别人的苦，只是想到自己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升起悲心。好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